頭佢啲燒仲未退啊，點算好啊？就咁落去嘅話，佢會唔會？唉，我都冇辦法㗎。山村入面嘅大夫因為病啦，全部都走晒，連祖傳嘅藥方都冇辦法救到佢。唉。福頭，你喺唔喺入邊啊？我聽村民講你病得好嚴重啊，我帶咗啲藥俾你啊。你走啊！我哋就係死都唔要你呢班洋鬼子幫手啊！老公，俾佢試下啦。福頭，佢差唔多做㗎啦。哈。你笑。皇帝叔、皇帝嬸，你哋唔使擔心，福頭就係得咗肺炎，只要定時食藥，都好好休息就好快好返㗎啦。親愛嘅主，請你賜予呢個小朋友力量，俾佢早日好返，都俾呢度嘅村民都感謝到你嘅愛同恩典。阿門。各位鄉親父老，我今日不單係嚟幫大家睇病，我仲有一個好消息想同大家分享。我喺好遠嘅地方嚟，有一位好愛我哋嘅主，願意赦免我哋嘅罪，俾我哋有永恆嘅生命。你哋唔使驚，司務道姑娘係個好人嚟噶。如果唔係因為佢，福頭佢就唔喺度噶啦。而且佢啲藥可以治好我哋嘅病，而且佢嗰啲故事呢，真係令我好感動啊！司務道所分享嘅聖經故事，令到村民聽得津津有味。佢嘅一言一行都令到村民十分感動啊！司務道姨，主係咪真係愛我哋每一個，包括我哋山上面嘅小朋友㗎？梗係啦，主愛世上每一個人，無論你係邊個嚟自邊度，主都會將愛同恩典賜予你。各位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我聽日會繼續喺呢度幫大家睇病同埋分享主耶穌嘅事。司務道姑娘，之前係我唔啱啊，對你太惡劣。多謝你救咗福頭條命，同埋帶嚟希望俾我哋啊！你唔使講對唔住，我淨係希望幫到你，俾你哋帶嚟愛同希望，我已經心滿意足啦。幾個月之後，司務道已經成為黃家鎮嘅一份子啦，唔單止為村民睇病，仲教識小朋友讀書同埋寫字，將外面世界發生嘅事都一一同村民分享啦。多謝你哋俾我有家嘅感覺，我本身係為咗傳福音嚟到呢度，你哋嘅善良、淳樸、堅強，俾我好多溫暖同埋鼓勵，我希望永遠守望住你哋，喺俾主耶穌嘅愛流傳喺龍區祭度。1951年，佢離開咗陝西，返去挪威同其他人分享佢喺陝西宣教嘅見證。1953年，受挪威差派到咗香港調景嶺，負責醫療同埋福音工作。1955年，佢仲喺將軍澳建立咗肺病療養院，擔任護士長同埋傳福音嘅工作。1961年，獲頒挪威南丁格爾勳章，以表揚醫療同埋宣教方面嘅貢獻。佢仲建立咗聖約教會嚟牧養更多嘅信徒啊！我知道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小學就係由聖約教會創辦嘅。冇錯啦，不過你知唔知道我哋學校今年已經25歲啦？咁咪要好好慶祝咯！冇錯啦，如果各位同學想知道更多關於司務道嘅故事同學校25週年校慶嘅精彩活動內容，就要留意第3集啦！拜拜。